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来家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1月25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上海保时捷货拉拉这个事件啊。关于这个上海保时捷货拉拉这个事件一直占据热搜好几天，所以咱们也来谈一谈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一个叫前卫咨询的这么一个公司，它主要是做那种各种就是类似于展会那种服务商，提供各种道具音箱、这个展台布置等等我估计是这种公司的。11月21号那天这个前卫咨询向客户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就是向保时捷提供服务，这个跟保时捷没有关系是前卫咨询给保时捷提供服务，需要将一批货从第三方运送至项目现场，那个项目现场恐怕就是在保时捷，然后这个前卫咨询就在货拉拉平台下单，并且在平台支付了相应的运费，然后这个货物送到现场之后这个货拉拉司机和这个现场的人员就这个费用支付问题发生纠纷。按照司机的说法，约定好的600块钱的搬运费对方没人支付，然后司机说自己还被打了，然后司机就把自己录的视频发到网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视频好家伙，来吧，我让你们欺负我！你放松一点没人欺负我，不付我钱还投诉我，讲好的价钱为什么不给我跟你说这为什么？我就指望着货拉拉拉货挣钱养病，你们他妈个逼的，不要逼死我，投诉我要封我的号，我他妈没地方挣钱了。今天我告诉你，鱼死网破，同归于尽。欺负人他现在没有穷人就是你们踩踏吗？你们干什么？你们想干什么？你们想干什么？我平台上好好跟你沟通，一直跟你说好话。我说姓杨的已经告诉我了600块钱，到公司就有人付，为什么不来账？为什么来账？为什么不付钱让平台投诉我？我已经付了你们有没有良心？有没有道德？你们有没有道德？我自来明条，无所谓。欺负人，欺负人消息600块钱这么大的公司我平台上求你，我跟你说不尽的好话你怎么搞的你还投诉我？消息你不付我钱你还投诉我？消息是吧？是吧？消息，你看你这边咋解决？需要咋解决？我账号没了我他妈的我一身都是病我告诉你我还欠到几十万外债，我怎么还我看怎么解决我怎么还你搞丢了我的工作，我他妈活不下去了，你说怎么样？因为第一名消息不至于因为第一名我不承认，我他妈的高血压3级，我操，200多血压，你让我抽烟我他妈肾衰竭，马上就要透析了，我挣点他妈医药费，你们他妈的还欺负人，想他妈整死我！货拉拉下个单，讲好的搬运费600块钱，到这边不认账了讲好的啥情况师傅啥情况？他们在平台上下个单子，货拉拉下个单子，搬着衣服过来从3楼搬下来了，要求我给他放好，包装好，打包好，直立摆放，不能倒。我看他们要求全部做好了，那边发货的姓杨的说600块钱我们谈好了，到了这边他就不认账了，那个女的就是等会儿我找他解决。然后这个引起了网友的这个热议，也引起了舆论的关注。我也看了一下这个视频从这个弹幕可以看出来这个很多粉丝留言，网友留言确实充满了戾气所以我来谈一谈对这个是一个看法，都是我个人观点因为事情发展到今天各方都出来解释，不仅有司机的，还有这个货拉拉平台，还有前卫咨询，就是这个当事方，还有保时捷都出来做了说明。现
现在唯一还没站出来的就是官方，也就是处理这个事的警方。总体上啊，信息啊比较全了，所以我来分析分析。首先一个，我看了这个视频之后啊，我的第一感觉，我的直觉啊，我觉得这个货拉拉这个司机啊，叫哀其不幸吧，只能这么说啊。甚至啊，我有点感觉他有点像牛二啊，这是我看完视频之后的感觉。也许啊，这个视频前面他被别人推或者被别人打了一下，没有录下来，哎，他受伤的啊，我没有看到，没有录下来，所以我仅仅看这个视频啊，我感觉这个司机非常难缠。但是啊，他在配上这种音乐之后，然后一声一声的喊，对吧？这视频里面什么欺负穷人，一口一个穷人，就给我感觉他越说穷人啊，我就越感觉是不是穷就有道理啊？就谁穷谁就掌握真理，这明明就是个纠纷呢。然后在那儿现场就威胁，这个说实话啊，现场的人啊，人家没有较真，如果较真了，这个司机我觉得警方应该处理他。你自己想想，大家以后记住了，你在网上威胁别人，你在日常生活中如果真这么威胁，是可以抓你的，你可千万不要不以为然。我啊用货拉拉用的不多，应该用过1-2次，我有印象啊，就是货拉拉上面你那个运费啊其实不贵，就是运费我以前我算过，好像比那个你打车出租车稍微贵那么一点，可能是跟我搬的东西有关系吧，比较轻吧。但是他那个搬运的费用，就是他给你拉到地方，如果你要搬到楼上，这要另加钱，而且这个钱呢是单独给司机，是不能经过平台，这个我有印象。所以这个事情啊，说来说去就是一个纠纷，就是一个沟通没有沟通好。你看这个事情多乱啊，就是说这个前卫咨询啊，从第三方那儿把货拉到这个保时捷那儿。通常啊，像我们找货拉拉，就是货主啊跟着车跑，一般都是搬家或者搬个什么东西，哎，就是你跟这个司机沟通完了之后，也是你给他付钱，所以这个中间的误会就小。你像他这种发货的人、收货的人、沟通的人，恐怕都不是一个人。哎，到了现场之后啊，这个司机按要求把这活干完了，让人付钱，那对方就以为这个在平台已经付完了，不知道还有600块钱的搬运费，那就为这个发生纠纷。好了，这个你只要一投诉到平台，平台肯定要处理，因为在平台看来，司机私下收钱没有经过平台，那平台是不提倡不允许的，因为你经过平台，平台就扒一层皮，对吧？你收600，平台恐怕收你200，你只能得400，对吧？你私下收钱，那平台没好处，再加上客户一投诉，那平台对他账号进行处理，这个很正常。在平台看来啊，你这就是违规，这叫接私单嘛，应该是这么理解啊。那么根据双方的说法，当时这个叫什么前卫咨询，他们已经把600块钱付了，付完之后以为就没事了，但是他不知道他这个一投诉啊，引发的平台对司机账号进行处理，然后这个司机就大闹这个保时捷，录下那个视频，对吧？扬言要同归于尽。实际上通过这视频啊，我们可以看到现场那些人是非常克制的，都在劝他要解决问题。根据这个前卫咨询的说法，哎，他们还报警了，后来警察来了，在警察的主持下，他们调解了。也就是说啊，调解的结果呢，双方均承诺删除与事件相关视频及照片，并不做出有损对方的言行，然后给这个司机好像偿了2000块钱，司机也同意了，就是在警方的主持下调解了。那调解完之后，那司机为什么把这个发出来呢？视频发到网上，完了之后啊，这个前卫咨询、保时捷都出来这个发了这个情况说明啊，然后货拉拉也发了情况说明，货拉拉说没有封号，然后这个司机啊现在又出来声明，就是回应各方的声明啊，司机说他是没有封号，但是限制了他接单啊，只能抢单，然后只能抢中单，也就是那大单还抢不了，或者是抢不着，总之影响了他这个拉活接业务。然后这个司机说啊，到现在为止没有人给他道歉，什么没有人带他去医院，到医院去检查是自己掏了500块。然后司机现在啊还在联系媒体，说他还有料要爆，有感兴趣的媒体联系他。所以我越来越觉得这个司机啊难缠，是个牛二呀。为什么呢？对吧？这就是个简单的叫纠纷。第一个啊，是谁封了你号，或者谁限制你接单，不是前卫咨询，更不是保时捷，是货拉拉平台，对吧？按理来说你应该找平台去啊，投诉那是客户的权利啊，客户觉得你服务不好投诉你，如果客户都不能投诉啊，说你有病，你有尿毒症，你穷就不能投诉，那难道穷是通行证吗？穷就有理。这个前卫咨询啊，面对这个纠纷，他选择投诉，选择报警，人家做的一点都没毛病。当然了，如果中间他打人了啊，那是不对，司机应该找平台啊。如果是这个前卫咨询啊，这个客户他不对，然后你平台偏听偏信，对吧？人家一告状你就把我给封了，限制我，那是平台的问题啊。然后我看网上这
这些人都在无脑同情这个司机，你应该是骂那个平台啊，那平台怎么能黑白不分呢？啊，人家打个电话投诉一下，你就把司机给限流了，把司机给账号给处理了，影响人家接活，是平台。所有骂这个前卫的，骂这个什么保时捷的，难道你以后不用货拉拉吗？你搬家不用找人吗？你找人之后，你觉得这个司机态度有问题，或者服务的不好，或者有纠纷，你该怎么办？你难道就哭是吗？你还不是打电话投诉吗？这个前卫咨询哪儿做错了呢？在警察到来之前，这个司机啊，在人家那儿这样，对吧？威胁恐吓，那个视频好像10来分钟吧，反正我是看完了啊。他有可能录的不完整，但是我把它放出来那个10来分钟的视频，我是看完了。好，你在这个录的10分钟视频里面，对吧？看不到什么人家不对的地方，即便有不对啊，后面警察来了，已经调解完了，钱也给了，双方都同意了，达成一致了，结果他跑出来把视频又放出来，又提出额外要求，道歉，什么检查。然后这个司机说啊，他是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饥寒交迫，什么从下午4点搞到晚上10点，然后一个人，所以他被逼无奈接受和解。然后和解完了之后翻脸就不认，出来就发视频，这个不是牛二是什么呢？对吧？你完全可以不同意和解啊，你不同意和解，难道警察还要把你拘留24小时吗？这什么饥寒交迫啊，孤立无援呢？如果你不同意和解，警察逼你和解，那这个事更大，对吧？您再去网上把这事捅出来，那影响更大呀。就像那个西安，对吧？那个中建几局啊，挖沙子强迫和解，你看哪个闹得大，对吧？所以我为什么不支持这个司机呢？你接受和解了，那这事就了了，你又在网上闹啥呢？实际上看他这个运作痕迹啊，他想直播带货搞流量，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我看媒体报道热搜都是这样，非要把这个保时捷给挂上。实际上这个事情跟保时捷有啥关系啊？挂着保时捷实际上是为了宣传推广，为了引起大家重视。如果说前卫咨询，鬼都不知道。所以这个纯粹就是在叫蹭保时捷啊，人保时捷是叫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警方调解也不是调解保时捷和货拉拉司机，调解的是前卫咨询跟货拉拉那个司机。实际上这个事情从头到尾跟保时捷没有关系，但是媒体宣传加上这个货拉拉司机啊，他非要把保时捷给挂上，这是什么心态呢？搞得保时捷还出来发声明。这个好就好在加头老师啊现在禁言，你看看啊，把这个事非要跟保时捷绑上，实际上就想告诉大家，对吧？这个后面的势力呼之欲出啊，背后的靠山幕后的指使已经昭然若揭，这个就差加头老师啊做一下发挥。所以不幸中的万幸啊，就是加头老师现在禁言了，要不然加头老师做一下发挥啊，后面的美西方敌对势力是不是就呼之欲出了？是不是一切责任都在美西方，对吧？先是把司机跟穷人挂上钩，对吧？然后把对立面跟保时捷挂上钩，保时捷再跟美西方挂上钩。你看看美西方针对中国的穷人罪行累累啊，又添一桩血案。大家还记得那个上海车展吧？那个冰淇淋事件啊，就俩小姑娘没有给那些人发那个免费的冰淇淋，对吧？然后人家就矛头对准宝马，是宝马的那个掌柜啊，就人家两个小姑娘没有发给他，没有吃到免费的冰淇淋，然后把这个上升到歧视，然后后面是什么呢？轰轰烈烈的啊，也把宝马赶走，上升到把外资赶走。那这一次啊，幸好加州老师不在，要加州老师在，最终是要上升到把保时捷赶走，把这个外资品牌，对吧？尤其是车企，统统的赶出中国。第三一个啊，我在想啊，一个尿毒症患者，对吧？能够轻松的把这个货啊从一个地方拉到另外一个地方，据说是运费是1000块，完了搬运费600，这趟活那是肥差呀！你想想，他如果说没有任何麻烦的把这事处理完啊，至少1000块钱到手了，这是净赚呢。然后他不停的强调自己是穷人，我估计他这个收入啊，让很多网友都汗颜呢。他这叫穷人，那其他的网友就别活了，对吧？3000块钱一个月的比比皆是啊，能够达到5000块钱以上，能够去交个人所得税的，全国好像不到5000万，他这轻松一单啊就能赚1000多，他这一天的多少单呢？一个月下来收入过万没毛病吧？所以说他口口声声一生一个穷人，我越听越毛啊！他这能算穷人吗？哎，不是我替这个前卫咨询说话啊，我在想啊，如果这是个人的事啊，就是你自己的事情，你恐怕你说600，然后到时候就付600，一点问题都没有，这是口头协议啊。但是这种企业啊，问题就在这儿，因为它不是自己的事情，谁也不愿意垫付，对吧？掏600，万一到时候说不清楚，那不就是你自己掏了钱吗？对吧？完了企业它最好有票，平台上是可以开发票的，像这种
对吧？这个私下转账，你又开不了票，反正总之啊，就什么意思？就是他比你个人雇这个货拉拉、雇这个司机干活，反正要复杂一点，所以这个误会啊就要多一点。你要叫个货拉拉司机，对吧？给你搬个家，说好了运费，对吧？那是平台给你算，然后这个搬运费啊，那你跟司机谈，对吧？搬到13楼多少钱，你就直接把钱付给他了。所以说来说去啊，他这就是一个纠纷，跟什么欺负人，对吧？欺负穷人完全扯不上。咱们这个社会不能搞成越穷越有理，你穷就是通行证，人人都在让着你，还得说理。所以这个事情啊，你把这个保时捷扯上没有道理。不过我也要说一下啊，这个前卫咨询啊，也就是现场的这些人，像这种纠纷呢，应该是叫妥善化解，因为毕竟600块钱也不多。然后这个毕竟啊，你发货的时候肯定是答应人家了，应该对吧？你自己跟人核实完之后，痛痛快快把钱给人付了，就没有必要节外生枝。面对这样的司机啊，你看这司机的表现，我能想象到他们为600块钱沟通刚开始是什么个态度。那个前卫咨询啊，现场收货的人提出质疑，这司机估计就炸锅了。那人家有权利质疑啊，对吧？要核实啊。咱们经常挂在嘴上叫幸福者必让，那你前卫咨询啊，就应该打电话一核实，发货方对吧？是谁跟他谈的600，核实完这个赶紧把钱给人付了。这个我刚才也说了，恐怕是单位企业条框比较多，你要是个人呢，对吧？直接就付了。幸福者必让，这个我以前在节目里面还直播的时候，我经常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大家恐怕觉得不可思议，就是今年啊，我找了几个人给我搬个东西，就是把沙发从1楼搬到2楼，还有就是在其他的一些杂的活，就是把床给拆掉。我自己不愿意干这事，我就找了这个在58上面找了一个搬家的，跟他一联系，他要800，但是我觉得可以啊，反正你让人服务啊。好，800，他来了3个人，你不到半小时啊，大概就肯定不超过1小时，这就搬完了。然后结账的时候，那负责联系的那个人呢，他怎么跟我说呢？他是问我能不能加100，这本来这个事情就非常简单，800都已经够多的了，300都多。他跟我说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他们3个人800块钱不好分，你看看，所以希望我能多加100。哎，我说这个理由还挺充分的，确实啊，800出不进呢。哎，我就给他加了100，900。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给他100块钱，他们3个人很开心，也不会打架，不会回去为了分钱啊打起来了，要不然分不均呢。按照这货拉拉司机说的啊，对吧？那么多活又是直立又不能倒，这个要求非常多贵重，一个人哎才付600块。我想了一下，给我抬个沙发从1楼抬到2楼，完了把床给拆掉，这还要付800。那货拉拉司机没遇见我。我以前啊经常从那个首都机场坐飞机啊，然后这个回家的时候啊，从首都机场到这个通州啊，在北京打过出租车都知道，尤其住通州的，我这一上车，那司机都装着不认识路，问你去哪儿，我说去通州啊。好，他就问你怎么走。这个司机都是这样的啊，他们就特别想走上第2高速，走5环，然后再走京通快速。实际上呢，从这个首都机场到通州最近的路、最方便的路是走京平高速，再走6环，这样又快，全程没有红绿灯，全是高速。但是这么走呢，大概是100块钱，101，每次都差不多。如果走第2高速，走京通快速，好像110多，就差10块钱。那些出租车司机啊，他就喜欢走那个京通快速。你要说你不知道，哎，随便你怎么走，他肯定往那条路上走。但是那条路呢，有5环还京通快速，有的时候莫名其妙晚上啊，他堵车。你要走6环的话，他不堵车。所以我啊，一般的时候司机问我，他问不问我，我都让他这么走，走京平高速，再走6环。然后我看到司机就不开心了，就抱怨。我一般的都会告诉司机，我说我给你加10块钱，那司机马上开心起来了，对吧？打表100块，我给他110，我经常这么干。为什么呢？你看看10块钱也不多，你让他能高兴好几天，哎，他就为你这10块钱，他好几天心情都愉悦啊，对吧？对这个未来又充满了希望，对吧？感觉人间还是值得，感觉这个世界还是很美好，对吧？他出租车司机啊，出来遇到的不全是糟心事。所以这个我是说这个前卫咨询啊，就是像这种事情，对吧？你这么大一企业也不在乎600块，犯不着为了600块跟人发生口角、发生纠纷呢，就尽快了解一下，赶紧把钱付了，对吧？让人家走人。但是从这个司机这个表现来看啊，我反正是同情不起来，我反而觉得有很强的一个反感。都是劳动者，对吧？你开货拉拉车是劳动者，工厂里打螺丝的也是劳动者，那些在办公室上班的也是劳动者啊，都是打工的。如果他啊这么拉一趟就能赚1000多，那他的收入比那些啊那个特斯拉现场的那些男女赚的都要多啊。完了你在那儿喊你是穷人，到底谁是穷人啊？他是我妥妥的高收入啊，穷人不是靠喊的啊，你一喊你是穷人，你就真的是穷人吗？最后我再说一说啊，根据网上这个反应啊，确实这个社会戾气非常严重，这个对立啊，就是打工人和资本方，对吧？
吧？中国人和外资，穷人和什么所谓的白领之间这个对立啊，越来越严重。最主要的是，很多网友根本分不清，他反对的那个，实际上他自己就是那个，对吧？比如说他说反对那些保时捷的或者前卫咨询的现场那些人，认为那些人仗势欺人，实际上那些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也不是什么非富即贵啊，都是打工的，有好多还是保安。这种戾气啊，这种对立都是拜加头老师所赐啊，就是以加头老师为代表的这些人，每天不遗余力的在网上鼓吹制造对立。我看很多网友留言啊，就是那个货拉拉司机啊，那个视频下面那都是非常极端的，就要去把谁谁谁给刀了，那个下面留言啊是不堪入目。最近啊，这个社会上各种这个群体事件，就是这种治安事件啊，恶性事件非常多。我觉得这个货拉拉司机啊，他就是个潜在的，他应该被街道啊列为80重点关照，他都已经扬言要干这事了，对吧？这个有关方面不应该装聋作哑。这个货拉拉司机这个事件啊，实际上就是想告诉人们，你会闹，你越不讲理，你越容易得到好处，整个社会都会让着你。那你说这是什么一个导向，对吧？这种事情处理，要么是找平台处理，要么是报警，就这么简单，对吧？警察帮你处理了，你满意了，签了这个和解，完了之后你又撕毁，然后你再给自己戴个帽子说穷人，所以你有理，你就应该这么干，就都这样，社会能好得了吗？所以我对这个货拉拉司机啊，那是一点都同情不起来，这叫穷恨。那些支持货拉拉司机的啊，我希望以后你搬家搬东西，你也主动的给人多100，这叫实际行动支持，不要在网上喊杀这个杀那个。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